韩建议社会弹路线飞过日本领空，日本发国家级警报，警告北海道甲青森的民众找所在避难。罗西亚顶礼拜收入领土的赫尔松，即阵互乌克兰攻入去。罗西亚承认讲，伫赫尔松的南部失去优势。军定通货膨胀，年底恐惊对活100%，钱愈来愈薄，当地百姓归去街交换物件度日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北韩今日早起伫咧台湾时间6点23分，佮发射飞弹，而且这架路线竟然是直接飞过日本的领空。伫咧6点29分的时阵，飞过日本的青森县。日本侦测到北韩的飞弹会飞过因领土的时阵，就发布 J Alert， 就是日本的国家级警报，警告北海道甲青森的民众爱找所在避难。日本的新干线甲地铁，佮有 JR 列车，拢有部分路段停驶20分钟左右。讲到这三不五时就切切到北韩，10天内已经射5架飞弹。前几届是因为美韩联合军演，佮有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去访问南韩等等的原因。今日这架飞弹的距离是有4600公里，是北韩有史以来射上界远的。有媒体就分析讲，这个距离连美国关岛拢伫咧范围内，真有可能佫是为着要吓美国。日本、南韩甲美国拢同谴责北韩这款欺负抗的行为，咱的外交部嘛出声挺日本。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韩初时早起向东海发射一粒中程弹道飞弹，这已经是北韩10天来第5摆试射飞弹，佫是5年来第1摆飞过日本上空。根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这粒飞弹早起7点22分发射，期间穿过青森县，7点44分落地日本东边3200公里的海域，飞行距离差不多4600公里。当該弾道ミサイルは中距離弾道ミサイル以上の射程を有する弾道ミサイルであったものとみられますが，韓聯社指出，這粒飛彈上懸速度17馬赫，彈道上懸點970公里，可能甲過去擺試射過4擺火星12型共型。這擺飛過日本上空，日本政府馬上發出警報。日本東北新幹線甲北海道 JR 電車捌停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南韓總統尹錫悅攏對北韓發出嚴厲譴責。先ほど、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我が国上空を通過し、太平洋上に落下したとみられます。最近の度重な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続く暴挙であり、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이런 무모한 핵 도발은 우리 군을 비롯한 동맹국과 국제사회에 결연한 대응에 직면할 것입니다. 北京也譴責這擺試射是危險甲攻打。北京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已經甲南韓、日本的國安官員討論，要如何互北韓強有力的回應。咱外交部也共款譴責。的相关不负责任的行为，来表达我方严正的关切跟谴责。韓國媒體報道，這擺飛彈射程4600公里，延到美國關島。專家認為，這是北韓升級強度的徵兆。平壤可能在10月底要進行核試驗，這時間點在中國20大了後，也可能要影響美國大選。記者綜合報道。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三更新聞，北韓今日早起射飛彈，這回飛過日本的領空，飛行的距離4600公里，是有史以來上遠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強烈譴責。韓國朝鮮日報報道，韓國的國會議員指出，一隻開1000億韓元做的 F-35A 運型戰鬥機，一年半就歹234架，維修甲管理攏有嚴重問題。英國《Times》報道，發做過英國內閣大臣的保守黨國會議員巴特爾，指控首相特拉斯甲財政大臣的減稅計劃會牽連規個保守黨的存亡。雖然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羅西亞目前是有2000粒小型的核彈頭。專家分析，這款小型的核武器主要的效果是用來恐嚇敵軍。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前總統 Trump 今年1月交出15箱伊做總統期間的白宮文件，不過檢察官認為講 Trump 是無將檔案全部交出來。針對這項質疑 ，Trump 的委任律師拒絕甲 Trump 回訴。
罗西亚顶礼拜用公投的结果，甲乌克兰的4个地区收入领土。乌克兰唔愿就安尼放福气，继续进攻收入国土。将已经冲破罗西亚伫咧赫尔松的防线，斩断俄罗斯的补给。由罗西亚任命的赫尔松首长认为，已经承认讲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占据落的砖头转去。罗西亚国防部嘛承认讲，伫咧赫尔松的南部失去优势。伫乌克兰拄则夺回东部顿内茨克奥困补给地点利曼了，一人看到乌军驶着车顶有 Z 的俄罗斯车经过，也有人对俄罗斯步兵战车顶头甲弹药箱摕来。利曼130公里有2个村，经过炮火吞下，对留伫咧路边俄军的武器，就让知影迄当阵战斗真激烈。This technique come from Liman. It's Russian vehicle. Now this machine will work for our armed forces.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伫咧局部占领的赫尔松州任命的州长萨尔多承认，乌军沿着地面薄荷的西花，快速的向前杀几60公里，来到杜哈恰尼村附近，沿路夺回一寡村庄。这也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伫咧南部战线上大的突破。俄罗斯国防部崔沙也承认，乌军已经突破莫斯科伫咧赫尔松南部地区的防御。Превосходящими танковым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Золотая Балк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 противник сумел вклиниться в глубину нашей обороны. 俄军目前伫咧乌克兰南部部署差不多25000个兵力，驻守伫咧地面薄荷西花。今年8月，乌克兰宣布伫咧遮发动反攻，俄罗斯大量增加兵力，乌克兰已经摧毁主要桥梁，迫使俄军使用临时便桥。乌军顺河而下，大幅度向前推进，可能会完全切断跨过地面薄荷的补给线，和俄军调至驻守的迄边。也反映出，就算莫斯科想要以并吞下动员令，甚至讲要动用核子武器，不过乌克兰伫咧东部战役又还真成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前总统 Trump 被指控讲落任了后暗砍白宫的机密文件，佮涉嫌诈欺等等有济官司缠身。不过，伊对2024年的总统大位也是真有野心。这阵 Trump 就讲要告 CNN， 讲 CNN 报道伊是种族主义者，是罗西亚的糟糕等等，拢是全部假新闻。廖刚甲抹黑甲侮辱，要求要赔152亿台票的赔偿。And it wasn't until I became a politician that I realized how nasty, how mean, how vicious, and how fake the press can be. 美国前总统川普真爱讲假新闻，即摆伊进一步用具体行动向佛州法院提告求偿，指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更较厉害对伊诽谤，原因就是烦恼伊要伫2024年搁选总统。川普伫29页诉状当中指出 ，CNN 想要用系列愈来愈可体、虚假甲诽谤性的标签来侮辱伊，讲是种族主义者、俄罗斯糟糕、叛乱分子甲希特勒。佮鼓励今年1月 CNN 伫特别报道当中，将甲希特勒做比较，内容直接引用这位德国前独裁者的画面。伊目前官司缠身，美国司法部对伊上任总统了后提早机密文件做刑事调查。伊过去向银行、恐怖慈善基金摕到贷款涉嫌诈欺，顶个月遭到纽约州检察总长起诉。国会委员会调查去年1月国会暴动案件，指控川普涉嫌煽动群众，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伊控告媒体可能只是川普反击第一步。伊透露，伊团队未来会对调查暴动案件国会委员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公司新闻将回面编辑。飴风医院是甲佛州扫甲真严重，甚至是阁有81个人死亡。佛州的州长就捌讲，这是当地500年来上界严重的灾情。不过，州长德桑提斯互记者问到讲，敢有伤万撤离民众的时阵，煞是几落届甲记者接话，讲已经讨论过几落届啊，叫记者莫阁问。共和党的德桑提斯，互人认为讲是上有可能会甲 Trump 拼后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所以即阵大家是拢目睭腻腻看，咧看伊讲敢有透过风灾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出风山病，专家风扫上码头，四季永安风台，一礼拜前侵袭福州，灾害上惨重的利郡迈尔斯堡海堡，高达游玩是路畅畅，在面无行整理雨水淹的物件，被将会当穿的衫呢，互搭，也毋过面对一切拍拼，拢乌有气，这位太太忍不住悲伤起来。I mean, we've lost everything, but you know the stuff that we're getting like clothes, which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lose that. We lost everything.
即摆永安风台路线多变，原本预测是向偏北的坦派湾，却突然转向伫南方的马尔斯堡附近登陆，所带来大风大雨，造成400万户停电，佮夺走81条人命，其中半数以上的罹难者拢来自李群。李群当局伫风台登陆进前22点钟才紧急发布命令，强制当地民众疏散，也伫事后风7级特例行动上班。拜伊非洲酋长德桑提斯对外公布救灾进展，再度互记者问到这个问题，说显得真不耐烦。I know there was a lot of uncertainty about the trajectory of the storm, where it was going to hit. I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evacuation orders. Yeah, honestly, this has been. Excuse me. This has been handled ad nauseum. I know you can talk about these officials. Ask them about it. That's fine. Go ahead, ma'am. Go ahead, ma'am. Okay. Stop. Okay. This has been dealt with. The Lee County has explained what they did. 德桑提斯方认为是后届总统的日本人选之一，即摆强烈风台来搅局，也当考验伊面对危机的处理能力。镜头转到古巴，永安风台侵袭非洲进程，吹向古巴，造成全国大停电，互古巴欠物资的困境更较严重。拜六古巴民众罕见的伫乌夜上街抗议，节目简单伫风灾过了1礼拜恢复供电，但系赶紧去补充粮食与物资，人排真长的景象佫出现。Fatal. Sin luz, sin comida, todo se echó a perder en el frío. Fatal. 目前古巴贝达继续彻底，乌市交易已经来到200披索对1块美金。真侪独立经济学家表示，古巴的通膨率达到3位数，民众面临经济危机甲天灾的上重打击，这会当扩大所安过日子。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这回通货膨胀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全世界多数的国家济少拢有伫这场风暴当中。咱今日就带大家来看平常时较罕咧讨论的阿根廷甲意大利。阿根廷是伫咧南美洲，到8月时阵，通货膨胀已经去78.5%，预计到年底就会活100%，真是愈来愈薄，愈来愈无味。所以当地百姓就规气用物件换物件。你需要衫，我需要食食，咱两个家己感觉会好就交换，无过明定继续用钱交易。另外一个国家意大利，因为国际燃料起价，因国内电钱已经起码6成，通货膨胀的比率已经是9.5%，是1997年以来上界悬的。侪民众或者万项起的开销低甲支撑袂条，就加小段抗议。欧洲这半年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能源价格大起。除了英国人发起几乎小单的抗争行动，意大利也有民众伫罗马的街路烧能源小单，批评能源公司投机，佮批评政府无能帮助产车进口。Qui a fianco bollette di centinaia di euro in più, è una cosa. Poi noi abbiamo anche delle persone che sono non autosufficienti a casa da assistere, hanno bisogno di maggiore energia, elettricità, gas e non ce la facciamo più. 意大利家庭电价已经起59%，9月份通膨率是1997年新高，达到9.5%。物价一直起，民众日子歹过，产车人更加是真歹维持生活。当地一间资深厨房就指出，最近来食爱心餐的真做翻一倍，除了援助压力变大，因也烦恼尊总理极右派的梅洛尼进前放话要取消失业补助金，一旦变成真的，恐惊会有更加侪人陷入困境。各种镜头转到南美洲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伫拜二的一场抗议活动上，民众将衫摕起来一领一领紧，佮使用代表性的商品券来交换，考说政府无能，互民众需要以物件换物件过日子。Estamos cambiando acá lo que sería mercadería por ropa, zapatillas por alguna otra prenda de ropa, un poco más nueva, un poco más grande. Es más que nada como para que el gobierno vea en la situación en la que estamos, que ya no nos alcanza, ya el salario que nosotros tenemos no nos alcanza para nada. 阿根廷到8月为止，通膨率已经达到78.5%，而且无放慢的趋势。预计年底通膨率就会活100%。因为政府应对通膨方式就是印支票啊。结果阿根廷的披索一直变淡，哪来哪歹使用？民众为了食会饱，已经开始用衫来换胖。这也是2001年当地经济危机了后，隔20年阿根廷再度出现用物件换物件的情形。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南北韩人讲同款的语言，有相像的清茶甲食食文化。不过因为罕见有侪家庭伫咧战争当中分开，就无法度团圆。英国南北韩会办离散家庭的团圆活动，卖伫中国办非公开会见面。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中国是禁止办团圆活动，北韩嘛切断南北韩的陪审往来，这失去亲人的民众，真望着万讲这世人会当记亲人一面。黄来河定着用看台吊镜看河花另外一边的北韩，韩战停火了后，伊甲妈妈小妹仔就分隔两个所在，到即马拢无法度见面。伊个月住伫河花边，想亲人时阵就看向对方，愈看愈伤心。 혼자는 정말 많이 웁니다. 엄마 얘기만 하면. 그래서 항상 가슴 아프고 서럽고 보고 싶고. 永汉离散家庭团聚会已经停办4年，想要见北韩的亲人，今年开钱请中人安排伫中国上会。即摆大概差不多21万新代表，大部分的人拢无法度负担。已经80岁黄来河已经唔敢想，伫在生时阵应该看到亲人。89岁心苦业，就较幸运咯，遇着韩国朋友协助插批，才知北韩亲人情形。 伊摕好好收藏的批，有互目屎倒开的痕迹。伊妈妈伫1967年中风过身，过身进前遗言是思念分隔两地后生。 말로 인도적인 그 도움 준다 뭐 이런 게 하지 말고 실질적으로 이상가족으로 이해한다면은 이제 그런 게 현실적인 거 이래 가지고. 受疫情影响，中国禁止群主北韩用防疫为理由，终止两边货物甲批往来，指出来联络管道断去。根据南韩2011年调查，8成离散家庭唔知北韩亲人是毋是还佫在生。这人大部分已经80多岁，伫因的晚年，恐惊爱面临永远拢无法度见到亲人的遗憾。 앞으로 한 5년 지내봐요. 이산가족 문제 언론에서도 이제 망각의 대상이 되고 잊어버린 대상이 되니. 南韩教会要向北韩提出恢复举办离散家庭团聚，不过一直无收到回应。离散家庭团圆也加做无法度完成的梦想。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公约第27届会议11月会伫咧埃及举办。即阵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承办一场非洲气候大会，强调讲非洲国家伫咧气候暖化危机当中是弱势国家，保护因的资源就无法度发展。若开发落子孙佫会受到气候暖化之苦。另外，联合国是批评讲，富裕国家制造的碳排放较济，因爱带头先减少，而且因嘛较有能力会当承受碳排放带来的冲击。不过，即寡富裕国家拍拼煞是完全无够。 非洲气候大会初三伫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沙登场，主办国把握机会替非洲国家发声，强调伫全球气候暖化危机中，非洲当面临两难的局面。Que faire dans ces circonstances? Exploiter nos ressources et nourrir nos enfants et petits-enfants, ou contempler ces ressources en laissant mourir nos enfants et nos petits-enfants de faim? 这场自金沙沙的会议，包括做是11月初6到18，伫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公约第27摆缔约方会议，叫做卡布里切的前站。金沙沙的会议将和各国说明立场，同时也记定卡布里切的讨论内容。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出现伫卡布里切登场进前宣布，将透过旗下地球基金会，伫西元2030年前投入1亿美金，大约代表32亿经费。 协助非洲大陆减少草生林甲土地破坏。The good thing is there's now something called Africa 100. 100 million hectares of land in Africa to be brought back. 贝佐斯地球基金会强调，富裕国家伫对抗气候暖化的过程，需要替产车国家承担更加侪责任。英国联合国秘书长初三伫纽约强调，富裕国家对控制全球成本的努力完全无够。 Let's be clear, the collective commitments of G20 governments are coming far too little and far too late. The actions of the wealthiest developed and emerging economies simply don't add up. 为巴基斯坦的世纪追还到欧洲的500年来破纪录高分，各到古巴甲美国的永恩风台灾害，拢是气候暖化结果。去年气候峰会约束。
要互地球升温幅度控制伫工业化时代进前，无升温摄氏2度的目标，即马看来已经是无可能的任务。佮较莫讲控制伫摄氏1.5度以内。有了伫埃及的卡布里奇峰会，散车国会佮提醒富裕国家增加经援的必要性。富裕国家进前答应拨款2000亿美金来协助开发中国家援护气候变迁的冲击。也毋过约束强要跳票啊！公司新闻警员强评议。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